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民党新北市议员王委员并连任，也毋过昨检调去搜索伊的办公室甲徛家，带等伊问过笔录了后，伊200万交保，伊的助理是50万交保，其他3个厂商互请回。根据了解，王委员是牵涉到贪污，讲敢若是甲标案的厂商灌输乌势。 像运动休款，人看起来真险。行出地检署安检门，赶经过地步化。国民党新北市议员王委员继续鬼迷精神，无为无故离开。那郭翠安搁调工提拍影砸镜头，伊是王委员办公室省怪助理，嘛50万交保。昨检调找走相关证物，甲带走5位被告，另外3个人是标案厂商。因为会不会觉得是政治迫害？议员要不要讲一下？ 前一天叫移送地检时阵，面对记者提问，王委员拢无讲话。不过根据了解，王委员甲助理敢若针对新北市某一个标案有共乌西，代志现讲叫依照贪污罪侦办。王委员200万，助理50万交保，厂商说拢红放回去。我做的滑的话。 就请你吃滑蛋瘦肉粥。伫咧网络顶发布影片，电证照为年底争取连任铺路。44岁王委员挂号叫超进800，亲自落线打造正面形象，嘛捌担任议会党团书记长，政治生涯看起来公平。不过这几年加入司法争议，已经不是头一摆。我们一起倒数。参加停车场启用典礼，台顶的来宾欢喜翕相。不过徛伫咧上倒边王委员所甲隔壁民进党立委李坤城捌西旧照角。当时2024年大选前，王委员指控当时阁是议员的李坤城趁水利局有水回流服务处，要求警官的赔偿金。这一段话叫新北检以违反选罢法起诉。不过新北地检联会派认定王委员影响李坤城选情，一审宣判无罪。 法律是保护懂法律的。选举剩3个月亏，王委员去检调查班对地方选情受到真大影响。